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咱继续收听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广播节目。咱继续也是这个彩色人生的单元，喜乐真欢喜会通来到福音馆大鼻乡这个真庄卡的所在，这是叫大德川。即摆伫我身边有咱一个老信者，人拢叫树锦嘛，也是讲请树锦嘛来自我介绍，甲大家请安。我就是这王源，大家都叫我昂，感谢主耶稣。王源我姊妹吼，伊是主内老姊妹，伊的先生叫做啥物名？林秋，林秋吼，大家拢叫秋姐啊啦。树锦嘛，你今年几岁73岁。73岁，迄落来伫遮和空中的朋友来分享。树锦嘛，伊厝住伫教会边啊，定着有主耶稣真美好的见证。70年。人生的岁月是来讲无算短，但是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，人生70才开始。像即摆你有啥物感想无？我感谢主，我感想就是主耶稣真疼我，互我一般大细大家安尼真平安快乐。求主帮助我，互我有智慧力量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像即摆你原来是倒位的人？我伫龙尾教会。轮尾毋就是彰化县嘿，彰化县六龙港镇吼。你过来咱大鼻乡遮偌久啊？过来头尾当53天啊。你伫遮住遮久啊？嘿。这庄卡的所在，实在伫迄个年代有影无简单。像即摆你是毋是甲空中的朋友讲你有几个囡仔？你家庭的状况？我的家庭即摆已经是6个。即摆6个囡仔。嘿，感谢主。一个即马都伫咧做传道。感谢主吼，咱像即马就是咱主内林恩师传道的妈妈林传道，伊伫大比大德教会遮，大家拢叫伊片名叫啥物？银星。叫银星，阮拢甲叫阿星传道。感谢主，阮所有教会兄弟姊妹，那来伫大德教会遮，拢看到伊遮亲切的面容，听到伊亲切的请安吼，搁真会接待，真会帮助人，感谢主的带领。像即嘛，你讲有6个囡仔，其实可能唔孬吼。都后方会叫详细老退掉。安尼啊。阮妈妈算宝宝啦，去洗还衫，要带去互医生扣人，到半路都倒来，倒来前转来，转来阮宝宝。我翕拼足济，前捧创衫一直煮到晒起鱼底洗，拆开2个个查甫的，伊哪洗哪哭安尼。我讲不要紧啦，所以因爹若要搁互人也真济啦，莫烦恼济。这条老条是上生啊查甫的，这个咱台湾的社会来讲是真无彩。嘿啦，像即摆听讲你过来的时阵，毋是几多年才生育？我转去轮尾佚佗。互亲戚朋友笑讲，甲阮大家讲，恁带一个豚母。啥物叫做豚母？讲未生，或者豚母啦。讲到当也无生。偌久的时间？迄阵啊，特别4档。特别4档吼，算讲新婚4档还袂通生育。尾啊，遮呢，我转去佚佗，转来阮大家讲，我甲你分一个查某囡仔。我甲讲卖啦，咱搁善乡人，也无通买一个衫，买一个水鞋互穿，抱迄闹效，我就甲讲安尼啦。伊讲诶，无我是要摕来互当因啊，要甲摕一束钱来互因，迄查某囡仔老母做回来。已经有特别挑选的对象。嘿啦。我甲讲卖啦，我无爱，感谢主，前讲无偌久，我前禁食。祈祷禁食1礼拜，1礼拜拄好去坐咱新家遐伊若足善足艰苦的，我赶一兜米要去互煮互因头家食。伊直叫我食，我也毋敢讲，我都禁食。伊直甲我叫足好咧，就前尾声是甲食，甲食无偌久就前顺利，迄落一前有囡仔。足感谢主耶稣听。安尼新婚4年，拢袂通生育，所以你就学咱圣经喊呐安尼吼，倒。你阵祈祷心肝足酸足艰苦。不是嘛？为着安尼咧艰苦咧目屎流安尼。个人甲你笑讲啥物叫做豚母吼，就是讲袂当生育，安尼是上天笑啦。嘿啦，咧
甲提笑。但是感谢主吼，因为咱有神通啊挖课，所以就即嘛你嘛自细汉就信主咯。我就细汉就信主，是较无去教会。拢伫真耶稣教会大汉。伫真耶稣教会大汉。所以安尼圣经的故事吼，这个圣经的历史记载，拢真正清楚伫咧讲，这个汉娜伊嘛是无囡仔吼，去互笑，尾啊伊就安尼祈祷，佮去互误解，后来无囡仔这个见效嘛，靠着神吼，互伊这个见效都甲度过。就即嘛，你要甲空中的朋友来分享讲，你当时迄心情，怀孕爱生囝，迄个心情是安怎？迄阵的心情吼，即前有囡仔呢，前我就甲阮大家讲阿母，你哪会我哪会前无来咧说，安尼，到尾一直病囝，才知影。意思就是讲，迄个信号无来。嘿嘿，前一直病囝，才知影讲安尼有囡仔吼。嘿啊。所以安尼，你的大家嘛感觉真意外，讲安尼4年啊，才会怀孕吼。所以神亲自吼，甲你的艰苦啊，甲迄个祈祷啊，来成全，来甲你垂听吼。感谢主，阮大家足烦恼，我嘛足烦恼的讲是安怎会带来遮久拢未生？我互家长呢，我足见笑的啦，出去足见笑就对啦。尾一直靠祈祷讲，主耶稣你著互我生死一个囡仔互我，感谢主，我才安尼想啦。我著主耶稣声是生死一个囡仔互我。来生产就拢真正顺利啊！来就顺利，足感谢主的。头前是查甫查某？查甫的。过来继续拄迄个第二个查某的。查某囡仔。嘿。你伫即个生产的过程内底敢有平安？生产到尾即个查某大汉的吼，叫做啥物名？温柔。伊即马伫倒咧聚会？伊即马土城。伫土城教会。土城教会。北关的土城。嘿。伊的情形是安怎？你当时生产的情形是安怎？迄阵生产足顺利的啦。生第二个嘛，真顺利。嘿嘿，拢足顺利就对啦。感谢主。主耶稣足疼痛我安尼啦，无互我拄着见笑，无互我拄着。所以后查甫的，后查某。嘿嘿嘿，感谢主。煞来搁第二生落来安尼。嘿，尾煞落，拢2、3岁款的安尼。来遮拄着即个上生啊。嘿，搁来搁生。即马伫台南迄南门教会咧做财务，迄对算第3查某囝，叫做啥物名？英勤。迄嘛足顺利就对啦。等于讲到4年无囡仔，来继续生3个囡仔，拢真正顺。来遮拄着即个上生啊，上生就算讲流产掉去啊。搁查甫的吼，所以当时对你心内打击是安怎？所以迄阵对我心内打击吼，想讲都安尼就好啊，哪会搁互我搁有心？搁有心，搁一直拼干呢。阮大家讲，无就来互扣掉。尾去到半路前，一直拼前留落来。互一个无信的小姐即边小姐讲，阮所你阮南家规身躯家伙入去啊。入去前，搁拼涂骹足多，搁迄若无主的恩典吼，就迄日就主耶稣出来。大量出货吼，大量出货。当时敢毋知影讲咱袂使扣囡仔，就是不得已的啊。实在讲咱是这道理是无效的。嘿啦，无效，都不得已讲无去扣袂使。巴肚搁疼，搁一直拼干呢。是算讲安那无顺就对了。对啦，所以就得去甲人工流产啊。嘿啦，前所以嘛毋免去看医生嘛，无拢无去。就自装着囡仔，就转来流掉。前到半路我就甲阮婆婆讲免去啦，等留落来前转来前一直搁拼安尼身体毋足虚弱诶。真虚弱，拢无法度。主耶稣恩典足多互我，才有通讲搁活到今仔日。感谢主。安尼啦，尾阮婆婆讲来去伫说伊有3兄甲无3互我做，尾甲拆开讲查甫诶。伊讲足无彩，转来甲我讲足无彩。袂要紧啦。互咱大人若平安就好，毋通无彩的囡仔。身体较要紧，我就讲安尼。这个生死有命吼，富贵在天。感谢主。囡仔若要对咱吼，就真正顺利。囡仔若毋对咱，其实生命咱嘛无法度去食啊。安尼这个上生无去了，佮继续。无去了后，煞到尾带着胃，胃将去手术。你胃捌手术？手术一拼起来，一拼起来煞无通养，
讲人讲嫁着方的山东人，啊，主耶稣会恩典足大，互咱有够用安尼。当时的家境嘛，毋是讲足好啊。嘿，家境足歹就对啦。啊，像这个伊是啥物工作？伊拢补产啦，挂车啊拢溜溜去。哦，较早讲，关的就去屏东、高雄、台北一四个。较早讲迄个做挂电话队的。嘿嘿嘿嘿，拢咧创卖啦。啊，拢去共代工安尼就对了。对啦。啊，所以嘛是久长时间拢无伫身边，无伫厝。无啥伫厝诶。哇，安尼你有影辛苦，你生囡仔、听囡仔这过程，毋就交代讲耶稣看过过来有婆婆咧甲你帮忙。对，嘿，安尼啦。感谢主，啊，主诶恩典都足济互咱诶。啊，这个双生无去了，过两个查囡仔。过生阿卵，啊阿卵了，共款哦，过生迄个第四个查某囡仔，啊查某囡仔，这两个安尼往哪拢平安顺利？嘿，拢足顺利的就对啦。啊，就是讲双生啊流产去了，过两个查囡仔往哪顺利？阿卵也惊一个，哦，啊，再过阿生安尼，啊尾啊足顺利的，啊顺利，才伊算才伊伫教会边食啊，已经搬过来伫这边，嘿，已经搬过来伫。那你教会这一个名做啥物名？罗德后啦，才伊这边再过一届。又过流产，迄两个，我那双生啊嘛，嘿，我那双生，迄个看查某，安尼，啊，拄啊，阮婆婆无伫咧，啊，即个家农因老爸才去新家甲叫，去装，装名哦，即新家啦，新家装，啊，去甲叫，啊，才叫你的先生倒来，叫阮婆婆倒来，叫婆婆倒来，啊，才较紧倒来，倒来看才叫咱家一查某医生来看讲，哦，啊，阿婆你这查某囡仔，你甲客家互伊安尼血饼较济，啊，你一般要互伊死呀？讲啊，我都毋知影，我都毋知影，我袂晓哩，安尼。啊，迄嘛是主诶恩典，互咱足大诶。无迄阵已经咱嘛是有过无性命。所以安尼讲起来啦，准讲这两对双生啊，莫许流产去吼，你有10个囡仔哦。感谢。10个啦。啊，尾啊，过来即个去做团队，即个，感谢主，即个迄阵啊，有即个下囡仔，巴肚内底也一粒瘤，足大粒的。啊，毋着我那亲像双生啊共款。系啦，啊，算讲要困也袂使坐咧困。啊，也要饮者草饮茶就对啦，都顾规个。较早都无迄落拉苏咯。嘿，无啦，啊，就安尼顾规个规咧饮。啊，下暗时拢坐紧拍大一台，我咧做3块车困，拢坐咧困啊，嘛无啥法度通困。啊，尾啊，主耶稣阵帮助我，互我安尼，到尾啊要生，就叫咱装个坐3步来，讲是要搁生。啊，生即个咱巴肚也搁较大个。算讲林团都伊是上细汉的嘛，已经生了啊。啊，太敢若巴肚搁足大个啊。啊，迄个3步讲啊，你看要搁生，你搁跪一摆尔。伊俩做讲就是双生啊，吼，因为你都有双生啊，迄种基因嘛。啊，尾啊，都遮呢都无因头家咧做医生会知。讲袂要紧啦，你若满月，我才甲你带来家己房看，啊去看满月4日就将去开刀。就这安尼毋着算讲林团都伊啊出事了，算讲巴肚敢若还阁真大个，啊就是讲是双生啊呢，啊结果是瘤啦吼，啊是良性的瘤啦吼。去到医院吼，病院就是人问阮婆婆讲，啊你是带恁的是查某囝新妇？伊讲阮新妇，啊都啊是要来生囝，讲毋是啦，内底毋知生啥物迄。啊遮呢送入病院内底，啊阮婆婆徛倒甲口讲，一直哭干呢，讲破开讲灌袂起来，才阁先抽来水回起来，血水出来，啊才灌起来，拄啊等互面汤满。恁嘛是袂细粒的瘤啦吼，足大粒的啊！因怀疑大家伫遐讲，啊，迄是恁新妇啊，查某囝，无恁来哭干你讲，迄阮新妇，啊，恁新妇是足好啊，无恁来哭干你讲，啊，都阮新妇种叫阮林红，安巴国甲加一句话啊是生，都买啦，真好。啊，尾啊，伫方个病院内底手术好，一直甲主耶稣说多谢。讲主耶稣啊，你著帮助我啊！谢谢，我啊怀疑护士，互伊医生啊有参我着，讲诶，这查某无伫较咧起笑，
无后者一直念。是你咧祈祷，耶稣帮助。嘿，伫咧。意思就是讲你咧起笑，细细念安尼就对。讲诶，那细细念。即个医生讲，毋是啦，人信因诶耶稣，咧求因诶耶稣讲甲谢谢啦，互伊平安啦。啊，计划讲咧笑啦，毋是安怎？伊讲无啦，人因真正信耶稣。所以，希望你遮要甲空中的朋友讲，其实咱听到70外岁树姊嘛伫遮咧做见证，听到迄声音吼，嘛是安尼真健康、真勇健、真勇壮。随常讲一路行来，因为耶稣的陪伴、耶稣的恩典，咱拄着患难、拄着困难，就是知影讲爸母甲咱教讲，咱这个美好的信仰，耶稣诚好的体会，时时甲咱陪伴咱行，嘛保守咱的活命。所以咱空中的朋友，希望嘛真望讲，若有机会，会当伫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来体会。要去早起要去手术的时，伫去教会祈祷所祈祷，就看到烟光足光的，安尼互我看着。我甲阮婆婆讲，阿母，迄烟光偌光了，一直甲照了。阮前一路去到家己平安顺利。感谢主。尾也都前手术出来，都算讲咱善良人无钱通煮火社，无钱通迄度甲第7日也无爬起。一个下方的叫患者真好，讲阿婆恁新妇哪会从阮头家边来做早一日，安那拢无爬起。讲都爬袂起，一支车要甲煮，都煮1点半钟，无火金通煮。尾迄医生看者着惊一个。阮大家也真一直祈祷啦，一直祈祷讲主啊，你都互伊即支社煮的咯。尾医生看者态度险，讲较紧叫人家煮火上落，火下落真会爬起，想讲要搁煮一包。我身体嘛足虚的啦吼。所以一直寒，一直喘。迄医生看到安尼讲面骨乌溜溜，较紧今日爬掉。尾感谢主嘛，是大家兄弟姊妹去一直靠祈祷，帮助祈祷，咱遮的信者去。讲甲阮婆婆讲，阿燕啊，阿秋啊，你是要囥阿娥囥到遮死啊？无安尼面色啊，计歹面色安尼，也无叫伊讲煮一个较营养的食。讲，阮婆婆讲，都无钱通煮啦。甲讲，尾大家嘛兄弟姊妹去，佫为着安尼祈祷，足感谢主的祈祷吼，将佫互我身体较勇。即个。西门教会美前之事，逐日都去甲我看，都煮牛肉、煮鱼逐日都煮去我食，食一营养起来才较有体啦。感谢主，这就是兄弟姊妹关怀啦吼。咱伫教会内底真正是像一家人共款吼。其实树姊嘛，因领受到耶稣的爱，嘛有信者安尼看顾，伊嘛学着讲后日安尼会晓好好来接待，嘛对人拢安尼真亲切。感谢主啦，后日你唔甘嫌啦。感谢主。所以讲起来，这是主耶稣真美好的准备啦吼，一种备办因事团队会通安尼讲起嘛真正危险吼。你当时有掠做讲叫是上生啊？都到尾团队者逐个来大汉讲要叫伊着出去做圣工，我是也无讲叫伊着出去做团队，我敢若家己安尼所想，伊出事了，我着所想讲，这若大汉要互大这教会斗帮忙，好，咱这教会真正两者无人通斗帮忙，安尼。就是讲爱有一寡人才嘛，留伫真卡的教会。就是大家团队者来一直鼓励讲伊爱出去。我也无甲当讲，你着出去，也无甲叫讲你唔通出去。好啦，实在神的意思啦，看安怎的啦。神若要叫出去做工，就出去做啦。若神无要欠用，就带咱在地做一寡圣工也好啦。所以讲起来，就即嘛伊嘛有迄个心意讲，若主耶稣要用，伊嘛毋敢讲要甲即个囝留伫身边。对啊。若主耶稣用伊，当然顺利考新人院，嘛安尼读毕业，即嘛团队里底咧做哦。头这是伫桂林，南门大南关。大南关。嘿。尾即马伫大南关，甲咱桂林遐是负担3档。3档吼。尾等下咱分林、河尾、土库、沙仑。就是未了地区。嘿。感谢主。细汉后生献心做团队。嘿。你迄个感想安怎？
我是足欢喜的啦，讲好啦，会当去做一寡主的工，足欢喜的。啊，伊要出去读，我逐日都为着伊祈祷。讲主啊，你都可以出去做有性工，啊，同听有加添伊的智慧，加添伊能力，靠做耶稣能力，你就帮助伊，互伊有口才，有智慧。我拢是安尼祈祷，安尼来个，啊，我无祈祷啥。感谢主，也着像即卖伊对囡仔即个教育，咱会人知影讲一个传统的护理伫庄脚的所在，啊，会使讲是真正辛苦，为着请囝维持即个家庭，啊，佮面对社会大众，啊，甲伊的亲情，啊，甲讲起来是大人，拢带做伙，真传统的即个家庭，传统的观念，啊，互伊嘛会通安尼对伊上听的，啊，会使讲甲安尼献出去来伫神的祭坛顶头来为神做工。所以迄落日子嘛，感觉真正欢喜，因为我有机会定定甲林团都做伙，真正是一个年轻吼、有为，而且佫真有干劲、冲劲的一位团队当工，啊，真感谢主啊！所以若来到大比大德教会遮，大家拢知影讲树伯啊啦、树啊啦，安尼啊拢真亲切吼。啊，对你袂感嫌啦。是啊，主吼，老早就神的应许。就即卖你伫这段渐长的时间，对彰化、庄脚、海边啦，啊，过来伫大比，伫落港镇啊，爬来这个大比的所在，安尼你两边的这种生活啊，甲信仰的体会，咱个来甲空中朋友分享者。我是伫落港镇遐吼，我伫厝那吼诶，阿写查某囝呢，拢无咧当做工过啦。啊，来到遮吼。做啥啦？逐项拢总做啦，田也做，厝也做。啊，人是毋是讲家对家对吼，啊家迄只对办家事。感谢主。或者真传统的妇人啦。尾也都想讲好喏，啊，都是大人讲要叫咱着参与大吼，咱着参与大人或者过条啊，过条先生，伊做医生。叫我就出去伊遐开店啊，啊，我甲讲毋通，阮婆婆都无欢喜阮出去，啊，要去台北伊也无欢喜阮出去，啊，我就先是听伊的嘴，参伊带甲老安尼。所以真正顺服，啊，许多人安尼要求啊，恁就怎安尼？所以讲起来，即伫即个所在待50几年吼。其实咱若有机会来伫大德教会，嘛常常看到像即卖的形影吼，甲像即个形影伫教会圣工，不管是摒扫、主食，还佫对团队人的接待，拢是会使讲丰丰富富，啊，真正充足。只不过即几年看起来，啊，就这个安尼身体嘛，小可安尼较无好势吼。衰弱啊，衰弱。所以一生一世讲起来，神的带领啊，真正美好。就即摆咱最后先是甲观众朋友吼，安尼来讲几项吼，做一个结束啊。我过来见证一个我的查某囝啦吼，细汉2、3岁，目睭听甲正起。这是第几个？迄大汉的查某囝。大汉查某囝伫土城迄位。前日即摆伫土城做银行做总务，较早是做会计。啊，尾啊，拢要考祈祷，真正考祈祷。几岁就晓考？迄阵啊，考祈祷3岁。3岁囡仔就晓讲要考耶稣，拢要考耶稣。啊，你敢无想讲要甲带去互医生看？有喏，甲要甲带去，就是哦啊，敢好，互伊要考祈祷。所以恁住伫会堂边嘛有即个好处，就是讲随时都来祈祷靠主。啊，因阿妈一本记用菜，用也袂了祈祷操10摆。啊，阮去田的倒来烧草，倒来讲，啊，无你是甲创啥？甲我讲无啊，都即本记用菜也袂好，祈祷10遍啦。祈祷操10遍，安尼。祈祷比看医生较要紧吼。啊，较早无钱，拢真正靠主耶稣。事实实实。拢神甲咱看过，迄骹头跪甲礼甲疼甲，都规个都点外钟才有爬起来。这是对神的虔诚啦吼。感谢主啦！啊，即个要去做团队的即个吼，要去做团队，阮互我甲行才有我去田的，讲你为者因口口拄听讲，你甲我跪落祈祷。祈祷甲我来田的带你才通爬起来。是啊，迄阵啊歹歹，毋是歹，我继续爱祈祷，我要来田的。啊，因阿妈坐伫遐。迄阵几岁？我若无几岁咧。所以你一手囡仔拢甲灌输讲，因拢爱靠主，啊，拢爱祈祷。啊，我倒来则甲讲，先啊爬起来，啊才起来。啊，就是训练讲，凡事爱晓靠祈祷。是大人无一定永远伫身边，但是对耶稣才是真正的活。对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嘛，细汉就互伊会晓安尼
挖克神，伊对神有观念，所以咱人人是传道伫教会内底，伊伫还未做传道，还未献身读神来进前吼，内底教会大大小小工课，包括大大小小遐日子嘛，大拢诚熟，嘛拢真认真吼，安尼为着教会圣工吼，安尼嘛拢真勇敢的付出吼。感谢主啦！像即摆你一手囡仔会使讲伫耶稣的内面，安尼得到耶稣的看顾。时间的关系，咱最后你要甲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结论无？我甲大家兄弟姊妹做一个结论，讲一几句的代志。我从细汉就信耶稣，无离开神，暗捌夜香，暗捌拜拜，拢靠主耶稣，靠神，求神帮助阮一家，互阮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喜乐。兄弟姊妹大家真疼惜，所以你嘛真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听到你的见证，咱会当甲咱做伙来教会来入捌面顶这位神。嘿啦，大家吼亲情朋友，大家会当来明白咱这真耶稣教会有神通苦，无可怜，无主通苦就真亏欠。求神帮助咱，互咱大家同在。感谢主，他拄仔看到因细汉孙吼，是因事传道的后生吼。感谢主。我听传道娘咧讲吼，讲过去迄老长老已经离世，永远长老，捌教恁唱迄个摇囡仔歌吼。传道娘拄仔咧甲我介绍，像即摆你是毋是来唱一摆听看觅？让朋友嘛听者。好啦，好。我的是真高水，面貌也真水，祝你平安健气困。主教个安稳，哟那，哟去困，哟那，好你真好困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吼，真正好听的台语歌，这若无甲记录起来吼，会失传去吼。所以对讲起来是伊的婆婆第一代，手指嘛第二代，恩师传道第三代，即嘛甲这孙啊伊恩用第四代，一生一世拢伫主的内面。所以这摇囡仔歌嘛是讲要互这个阿囡仔会通。我呢，自安尼真细汉，才7个月尔，就会晓得捌神吼，听着阿嬷咧唱诗歌，这摇囡仔歌，伊就听讲安尼真好困，就一直唱，听讲爸爸妈妈若唱吼，就一直唱讲恁唱唔对安尼，叫阿嬷来唱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像即摆咱即摆要做伙来祈祷吼，好，咱请空中的朋友吼，甲阮家娱乐做伙来压头灭倒。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主爱天父，阮感谢奥多利，阮伫云林县大鼻乡罗德亚所在，伫台德教会身躯边有林府，就是咱主来林秋兄弟的厝内，伫遮喜乐真欢喜来采访到咱秀珍嘛，伊见证伊50几年过来伫罗德后，伊今年70几岁，会使讲一生一世拢有耶稣的恩典来陪伴，互伊。伫迄个艰难的环境，伫迄个困苦的这个过程，虽然毋是物质做充足，但是心灵却真满足。对伊是大人延续落来信仰，伊嘛他传互伊的子孙，一直到会通去唱这个摇囡仔歌，互伊的孙仔来真做满足。咱听到伊见证，虽然真正平凡，但是平凡中会通发出这个欢喜甲感谢。这拢是伫阮信仰内底实实在在对神仰望甲倚靠，愿天父真神垂听阮的祈祷，愿祝你的恩惠平安，随时甲阮同在，嘛祝福这个家庭，佮仰望天顶的神来祝福阮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，甲阮做伙来得到这种属灵的快乐。愿荣耀上赞归你的圣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咱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感谢大家收听。